念珠菌咧係男仔嘅菌嚟嘅，本身女仔係唔自帶呢一種菌嘅。男仔可能係清洗得唔夠乾淨而去發生性行為嘅時候咧，跟住咧因為男仔下面咧係一定會有呢一種菌嘅，只係視乎佢嗰個菌量夠唔夠感染你咯。跟住如果你嗰排咁啱抵抗力好差，跟住然後你又發生性關係嘅話，跟住可能平時冇事，佢就會突然間感染咗你。數據證實咧，日港雙驗，佢喺24小時內咧有效殺滅呢個絲襪惡菌達99%嘅。佢係獲得呢個香港醫護學會嘅真人實證啦，97% 認同有效改善不同程度嘅絲襪症狀。佢仲獲得好多呢個專業推介啦，包括香港醫生診所採用，同埋香港嘅婦科醫生咧都係推薦嘅。最重要咧，舒麥丹咧係採用呢個天然無藥性無雌激素，佢入面嘅美國專利蔓越莓濃縮比例咧係高達50倍嘅。另外咧，佢仲有專利萃取法國洛神花花蛾殺惡菌、留好菌，減低你復發嘅機會嘅。蔓越莓同埋洛神花嘅成分咧都可以改善絲襪處嘅健康。另外咧，仲可以做到呢個抗氧化同埋促進呢個消化系統嘅健康嘅。咁佢嘅使用方法咧都非常之簡單嘅啫。如果你係作日常保健啦，即係你冇咩事嘅平時使用嘅話咧，就係每日1至2粒啦。但如果你好嚴重或者可能你有症狀出現啊嘅時候咧，就一次過食4粒咁就搞掂啦。